照顧寵物咧係一個長期嘅責任，唔係短期嘅事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注意心臟健康。今日咧約咗位心臟科專科醫生黃志遠醫生嚟到呢個咁 chill 嘅地方同我傾偈，佢仲帶埋一位特別嘉賓出現，我好期待見呢位特別嘉賓。Eric 佢叫咩名啊？佢叫東一啊。Hello Donut 你好嘛 ？Nice to see you。Donut 幾多歲啊？佢今年就14歲零8個月，爭幾個月就15啦。仲硬喎，keep 得好好喎。嗰時你點帶佢翻屋企啊？有啲狗義工就揾我哋就話山邊有啲狗想揾人救一救咁樣，所以話去睇咗佢啦。咁就當時其實都有一大堆嘅，可能有6、7隻咁樣啦。咁啊揀咗佢翻嚟咯，最後。平時有冇啲咩即係百厭嘢咧？佢細個都幾拆屋企嘅，咁就即係你擺佢屋企咧，通常一翻到屋企咧，就可能見到啲廁紙啊、報紙啊，或者啲凳腳啊咬到爛晒咁樣嘅。可能咧佢想撩你啊，知道咧 Eric 好忙啊，你多啲嚟陪我啊咁樣。平時做嘢應該好忙啊，作為心臟科專科醫生。作息其實都有時有啲混亂嘅，唔食早餐趕住開工，跟住可能到連晏晝都冇時間食，真係下午茶時間飲杯嘢就算數，又未必好準時收工，有時可能有緊急手術啊，或者緊急病人要處理嘅時候，可能收工都天黑啦。做急症嘅時候咧，係咪遇到好多突發性嘅嘢咧？睇翻我哋平時做急症嘅心臟手術咧，主要講緊就係啲急性心肌梗塞，即係俗稱心臟病突發，塞咗血管，要通波仔啊、放支架嗰啲啦。咁其實嗰個症狀或者個表現咧都好大範圍嘅，即係由比較一般啲穩定嘅情況啊，去到一啲嚴重休克，甚至乎有即時生命危險嘅都有。咁另外都觀察到個情況就係其實都越嚟越年輕化啦，30零40歲可能本身冇乜底嘅，即係好似乾乾淨淨三高都唔覺有嘅，咁而突發性心臟病都有啦嚇。咁亦都更加常見嘅就係好多時可能最後心臟病發完之後，去幫佢 check， 發覺原來你其實冇三高嘅喎，但係唯一一樣嘢就係食煙咯。咁可以做啲咩預防頭先你講嗰啲突發性嘅嘢咧？嗱，我諗其實當然就睇翻自己生活習慣，即係盡量去改善，就譬如話少運動啊，或者食煙嗰啲盡量避免咗佢啦。咁但係你話三高，咁你話使唔使 check 咧？其實都有建議就係話20歲打後咧，可能最少都要 check 一次膽固醇嘅水平啦。如果冇乜特別嘢嘅，可能平均4至5年 check 一次。咁但係當然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，就可能要 check 得密少少。膽固醇無論幾高幾低都好咧，好多時都真係冇乜特別大嘅感覺。咁所以咧都建議即係成年人係定時定候就根據一啲國際嘅建議咧，就 check 一 check 呢啲即係我哋三高嘅指數，去睇下有咩可以改善啊，甚至乎係預防將來無論係心血管又好腦血管嘅疾病都會咯。作為心臟科專科醫生，平時咪真係瞓好少覺咯你？我都盡量，如果唔係要當值嗰啲日子，就盡量瞓得足啲啦。但係當值嘅時候，正如頭先講，有需要可能半夜俾人叫起身做手術，就有啲難講啦。其實人要瞓幾多覺嘅咧？我諗平時正常一般嚟講都要瞓7至8個鐘啦，先到做足夠嘅睡眠啦。當然係一個質量好嘅睡眠啦。瞓得唔夠會唔會即係對身體有咩影響？都有㗎，咁最簡單就係你瞓得唔夠，咁你可能嗰個精神啊或者集中力唔好啦，有好多心臟病嘅因素，嗰啲三高啊，譬如話血壓啊、膽固醇啊同埋血糖咧，都同瞓得唔夠都有關係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其實都有機會咧，即係引起個肥胖嘅問題，同埋咧影響個免疫力嘅。咁所以瞓得唔好，有時都容易啲有啲身體嘅小毛病，譬如話傷風感冒嗰啲都容易啲嘅。香港人無論係好似你咁做醫生啦，做咩職業咧，其實都好忙啊，要用咩方法減壓㗎？養狗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嚟，咁尤其是即係啲大狗其實都比較需要活動嘅，咁所以就即係養得越嚟越大嘅時候，即係亦都同佢 build 咗一個習慣，咁佢真係有咁嘅需要落街啊，要行啊，或者解決大小二便咧，無形中就令我早啲起身，就翻工之前要處理好佢即係飲食啊，之後到第一餐啊。咁啊收工咧都未必佢咁多夜晚出街食飯應酬啊，即係另外放狗嗰啲都係一個定時嘅習慣啦，因為佢都想落街噶嘛。
自己出去唔係帶佢出去咧，佢就趴喺地下，跟住個頭耷咁樣咧，扮到好似好悶咁嘅樣咧，或者你都唔帶我出去嘅咁嘅嘢。哦，你都識做戲噶噃。係啊，好有表情嘅佢。我準備出門口咧，佢又跟埋成手衝出嚟咧，我就要即係夾硬拱翻佢入去，即刻閂埋道門，以防佢衝埋出嚟。哇，咁多多少少咧，Donut 咧都帶俾你好多好嘅嘢。你 walk dog 嘅時候咧，你行都算係做運動噶嘛，係嘛？你自己都放鬆緊啦，我係放鬆兼放空啦，係咯，即係可以咩嘢都唔諗，淨係望住佢喺度行嚟行去啊，或者撩下其他狗狗玩啦，或者係睇住佢好開心咁樣喺度行嚟行去咧，其實自己個心情都舒暢啲嘅。其實人應該要做幾多運動先至對心臟健康好啦？咁一般嚟講，對成年人嘅建議咧，都會話每日咧就做30分鐘嘅中度嘅帶氧運動啦。咁譬如話最簡單緩步跑啊，或者踩下健身單車，咁一個禮拜就做5日，咁即係話有105分鐘啦。咁當然啦，我都明白好多都市人咧，即使係我咁樣咧，都未必專登抽到時間30分鐘做運動。咁但係咧，係話你 dog walk 啊，或者你就算散步啊、行急步啊，你行到例如8000至1萬步一日咧，其實都唔錯噶啦。哇，咁阿 Donut 一定可以啦，佢咁 strong，應該你行急步，佢又同你一齊行。係啊，甚至乎佢跑我跟住跑咁樣。哎呀，真係開心啦！細個嘅時候咧，佢都幾活躍嘅，即係14歲啦。咁細個嗰陣時再精靈啲嘅時候，其實真係會衝出嚟門口去，即係撲埋你度啊，迎接你。其實可能佢喺度諗，你終於翻嚟啦，我等咗你一日啦。你當寵物係你嘅家人啦，就唔係話一個玩具啊咁樣。咁你照顧佢嘅同時，其實都要諗下點樣照顧好自己，特別係自己嘅身體健康，先至可以照顧我哋嘅家人啦。狗仔都係我哋嘅家人啦，多啲同我哋心愛嘅家人相處啦。當然啦。